之後咧，第一針咧就同第三針做，咁低針咧就做翻低針嘅收法，然後高針咧就係低針嗰針就高穿，咁就收咗第一針。然之後高針呢一個咧就用翻高收，然後就同第三針嗰針嘅高針做咧，就係用低挑嘅方法。咁而家又係第一針變翻做低針，咁第一針嗰度咧就係低挑翻出嚟，然之後咧同第三針嘅低針做就咁高穿，跟住而家第一針係高針，咁所以就要用低挑翻出嚟，然後就用係用高挑翻佢出嚟，然後係低入穿翻出嚟，然後低針又係低挑翻出嚟，然後就高穿，高針就高挑翻出嚟，然後變低挑翻入去。